高雄市北头山有真侪保育类的动物，不过大治八线这几冬呢，发生不少动物和路边车撞死的事件。公路总局甲林务署相关单位，即马伫咧桥骹建立生态廊道甲水池啊等等，希望这动物拢行伫咧生态廊道顶面，降低保育动物或车撞到或车搞死的情形。一只骡仔家己车路为骑机车啊白边啊行过，实在真危险。这是伫第28线高雄北头线路段，这生态丰富，袂少保育类动物。不过这几年拢动物冲去车路，或车弄到也是搞死。其中23到28公里是动物发生意外上侪区域，所以林业署甲公路总局等等单位来合作，伫这路段桥骹设置生态廊道。我这几年我有伫咱的码头山2号桥，咱的桥底，咱有做一个生态廊道，然后把这个桥底，我有去营造相关这个动物因的一个栖息地，还有这个环境，还有包括迄种这蓄水池。根据林业署监测资料显示，火车龙蛇有8种类冇饲养动物，虽然8种类数量上济，不过因为骡仔体积较大，造成危险嘛较大。骡仔占饲养动物有12.5%，另外去年中大型饲养动物拢总有15只火车龙死，今年到达敢若7只尔。骡仔体型足大，所以若甲人的车弄到吼，伊个人嘛会受伤。人道吼，目前为止啦吼是有较少有减少无毋对，但是嘛无介完全啦吼。北头山生态友善设施改善今年是第3档，明年初第2条生态廊道的完工，公路总局嘛伫桥骹设置饮水池甲充实沟，互动物惯习行生态廊道来减少冲到车路，保护人甲动物的安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